节哦，看花灯，看风炮哦。晚上7点多了。哦，正前方那边的盐水武庙啊，盐水武庙，你看到那个强光的灯，然后你看近方的灯，比较近处的那个好多灯哦，好亮的地方。这是那个古代月津港啊，月津港的河道遗迹啊，哦，两旁都有那个10多个大学的学生的作品，花灯作品展示，哦，走一圈大概可以走半个钟头。再更进去一点，哦，就是月津港主要的地方，哎呀，放好多漂亮的花灯哦。这就神教绕境啊，经过会有放风炮，放烟火的。白天还可以看到花海的。